Hello，我係 P，今日就分享一篇文章，叫做小丑恐懼症。小丑常常出現喺舞台、馬戲團、綜藝節目、嘉年華會、兒童節目同埋生日會等活動，帶俾人們歡樂。為咗達到滑稽嘅效果，佢哋喺表演嘅時候會着住啲特大嘅鞋同埋啲奇異嘅服裝，以化妝去誇大面部嘅特徵同埋某啲身體部分，如五顏六色嘅爆炸頭、閃閃發亮嘅十字眼，同埋滑稽逗趣嘅紅鼻子，並以出洋相嚟娛樂大眾啊！但係呢個努力令到人哋開心嘅角色，卻令到不少人係不寒而栗喎。網絡甚至上出現一個叫做小丑恐懼症嘅詞語。請注意，小丑恐懼症呢就唔算係正式嘅心理學病徵嚟嘅。咁喺世界嘅衛生組織同埋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就冇列明呢個係一個明確嘅病嚟嘅。咁樣點解人係會害怕小丑呢？人對於小丑嘅恐懼心理，可能源於歷史上真實存在過嘅小丑嘅殺人狂。70年代，美國曾經出現小丑連環殺手同埋強姦犯約翰韋恩約翰韋恩約翰韋恩蓋西。佢以小丑嘅波格 Pogo the Clown 嘅形象出現喺唔少嘅嘲諷活動、遊行同埋兒童派對嘅慈善活動入邊。佢喺1972年到1978年短短6年間性侵犯同埋強姦至少33名男性，因此被冠上殺手小丑嘅稱號。雖然佢最終係被繩之於法，但佢嘅一句話：你知道嗎？小丑總是能逍遙法外，至今仍都係令人係毛骨悚然。而文學同埋影視作品嘅影響功力亦都係功不可沒嘅。呢啲作品通常將小丑塑造成一個邪惡嘅化身，亦都有機會助長小丑恐懼症嘅發展。例如家喻戶曉嘅蝙蝠俠死敵 Joker， 甚至喺2006年被 Research 雜誌評為100名最具代表性同埋最流行嘅媒體公認惡棍第1名。針對人們對小丑嘅恐懼，心理學家認為呢個可能與恐怖谷理論 Uncanny Valley 有關。恐怖谷理論於1970年由日本機械人專家森正雲提出，係人類對非人類物體嘅感覺假設，指出非人類物體喺人類嘅外表動作上越嚟越似，其擬人嘅特徵就相對地突出，使到我們喺初期會對其產生正面嘅情感，但當相似度達到一定嘅程度，我哋嘅反應會突然間變得極為負面嘅。就算物體與人類只有些微嘅差別，都會非常之顯眼。情況就如木偶、喪屍、人形機械人等等，會令到人有一種唔協調、詭異嘅感覺。而小丑矛盾嘅表情同埋行為，亦都係令人感覺到唔協調嘅原因。其誇張嘅妝容、奇異嘅打扮，令人覺得似人非人，臉上永遠掛住笑容，好似就戴住個面具咁樣，令人冇辦法睇得出小丑嘅真實情緒。呢一種反差，令到小丑落入恐怖谷嘅範圍。事實上，有研究發現小丑能夠為病童帶嚟幫助嘅。喺2011年12月出版嘅自然醫學雜誌中，其中一篇研究指出，因呼吸相關疾病而住院嘅小朋友同埋幫助治療嘅小丑一齊玩呢，會恢復得更加好嘅。而2013年1月，心理衛生雜誌嘅研究發現，喺一次隨機對照試驗中，面對手術而治療嘅孩子，事先接觸到小丑能夠舒緩焦慮嘅情緒，因此下次遇到小丑嘅時候就唔使咁怕咯。呢篇文章係出自呢個 Recruit 嘅鄭妍希
佢係一個心理學家嚟嘅，喺一個輔導碩士實習中心做監督嘅。呢個小丑恐懼症其實喺網絡上我都聽聞過呢樣嘢嘅。咁我自己就本身冇呢樣嘢嘅，甚至乎我將來嘅目標，可能有機會成為一個小丑，話唔定。咁我自己想做啲演藝嘅工作。其實睇翻類似嘅嘢呢，其實我諗到麥當勞叔叔嘅。網上有圖片流傳翻初代嘅麥當勞叔叔呢，反而係好恐怖嘅，甚至話其實如果大家07年、08年呢，已經有蒲開網上嘅話呢，就其實你會發現南路嗰陣係好出名嘅細路哥呢，就係話麥當勞叔叔係好嗰日本廣告係好傻傻地同埋好黐線嘅。咁反而其實麥當勞叔叔個樣呢，同小丑係其實都幾似嘅，反而麥當勞叔叔我覺得仲恐怖。其實差唔多啦，小丑初代嘅相都睇過少少嘅，其實都有啲似殺人狂嗰種感覺。加上蝙蝠俠嗰套 Joker 咁樣，令到可能大家對於 Joker 小丑嘅感覺就似一個奸角咯，所以就反而即係小丑做啲歡樂嘅角色睇落去呢，反而你覺得會幾恐怖嘅一件事嚟嘅。呢個可能真即係因為好似佢戴住個面具咁樣，你睇唔透佢嘛。如果佢係一個普通人嘅話呢，你至少都會睇到佢啲情緒喜怒哀樂嗰啲情緒。但係小丑永遠都係笑住嘅，你猜唔透佢，所以你咪對佢係一種無形嘅恐懼咯。我諗小丑恐懼症可能係講緊呢一樣嘢咯，咁幾得意。咁就今日分享呢個文章就到呢度啦，拜拜。